讲到了客家又油又香的土鸡，总是让人难忘。而提到了竹东市场这有40年历史的徐家满真香鸡鸭行的产品，很多人就要竖起大拇指了。只是养鸡卖鸡这传统产业，现在由才36岁的年轻老板徐志豪来接掌。小学3年级，他开始被训练接棒，一度也曾经反抗，但现在呢，徐志豪已经是一手掌握满真香的美味。肥美的土鸡放到热水里杀青，均匀受热，再放到高汤里滚烫，每个步骤来来回回重复，不得马虎。好，徐梦英，谢谢，拜拜。摊位前满满的人潮，都为了这又油又香的土鸡。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，卖鸡这传统产业，竟然是这位年轻人一手接掌。他是徐志豪，今年36岁，24岁开始接手父亲经营40年的养鸡场，得养2万只鸡，摊位假日可以卖上400只土鸡。小学3年级开始，徐志豪被他的父亲逼着帮忙养鸡。家里的鸡场曾经是他的噩梦，但绕了一圈，他还是回到家里帮忙。其实我爸现在头发整个白掉了，然后怎么讲？看他们做得很辛苦啦，然后妈妈也做得很辛苦，做到手指头整个都歪掉了。提到家人，浓浓亲情化不开。摊位前熟练剁鸡的，她是徐志豪60多岁的母亲。每天凌晨2点开始准备开店，徐志豪3点起床接手。一箱箱酒酿红曲得花10天发酵，把土鸡浸泡3到7天。古早味红曲鸡是店里的招牌，但口味老旧，行销包装可得走在前头。这一台蜜蜂鸡，客人吃油鸡不再满手油腻腻，但要老人家舍弃传统用塑胶袋打包的习惯，可是得先面临挑战。机器其实做了前后后加起来做了20万，然后一开始他们骂那个钱还是我自己贴出来的，一开始他们骂说你干嘛用这种用袋子钻一钻就好了。可是我们的观念就是你要改，不改不行，反正我第2代我要接，你就是让我改。年轻人追求创新，徐志豪全台走透透，四处进修，找前辈讨教，学到绝技一般的检验法，从鸡下的蛋就知道健康与否。还有差几根？就像特技表演，一颗蛋黄能插上6根竹签，扎实浓稠度可见一斑。徐志豪大胆拿一般的鸡蛋做比较，马上分出高下。扎起来了！哎呀，还没事就破掉了。从最开始的逃避转而面对，到改良做出心得，徐志豪坚持的土鸡品质，就像鸡蛋里头蛋黄的韧性一般。他延续了父亲差点中断的养鸡产业，也让一只只的土鸡能继续在竹东市场里飘香。40寒暑的祖传2万只鸡的重担，徐志豪用客家毅力一肩扛起。店铺前长长的人龙是鼓励，是肯定，也是最实在的感动时刻。